大家好，我係 Doris 老師。今日我來上拉丁有氧，腳腳紅起來，總得難續哦。跟我一起動一動哦。搖搖搖。哦，沒為什麼，只是為了找到拍子。哈哈，要做好。呀呀呀呀！打開腳。 我們呢，都先從腳開始。當我們找到腳的律動之後，再加上我們的屁股，哎，慢慢的加上屁股，很棒。放輕鬆做，放鬆你的肩膀，耶，屁股，嗚呼，加上手。 嘿，試着把手往外劃開，嘿，要蹲下去一點哦，耶，胸口，很棒，很好哦。現在要把你的胸口往前。 是你的胸口，不是你的手內後，是胸口哦，胸口哦。你有看到我的腳跟拿起來嗎？兩隻腳膝蓋都是彎的哦。換邊，嘿，耶！胸口，胸口，有沒有被拉出去、拉回來，像磁鐵一樣？肩膀，哎。 把你肩膀靠近耳朵之後啊，再往下放，很棒，耶 ！Fireball 全句，靠近耳朵，很棒哦。嘿，原地踏步，原本的踏步。 拉低的踏步，屈膝，放鬆你的肩膀，很棒。不要踮腳尖，只是腳跟微提。耶！把你的大腿靠近一點點，你會比較好做。呀！準備了，我們今天第二個動作 ，Gloria Tap， 1、2、3、4，踏步。 腳1、2、3、4，踏步。Fireball 1、2、3、4，踏步。Yeah， 5、6、7， 1、2、3、4，踏步。Yeah， 加快哦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，恰恰恰。哦，有加動作哈，加快的歌。 1、2、3、4，恰恰恰，哎，做得嗎？還預備哦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，恰恰恰，嘿，上來哦。1、2、3、4，恰恰恰，再一次 ，Let's go。1、2，恰恰恰，勾4個，然後走2步，恰恰。 1、2、3、4， 1、2，恰恰恰，哦吼，加上方向哦。1、2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走對嗎？一模一樣的動作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 8、8、8，連起來，噠噠噠。 先做原地的，再走，4、3、2、1 ，Go！ 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可以吗？哦，要換方向了。啦啦。
不走方向，做勾勾就好。6、7，爸爸爸，哎，可以吗？然后4个 Mambo 恰恰，旁边的、前面的、后面的。Tail 前 ，Tail boy。哦，走对吗？洗着蹦跳，旁边、前后、右脚，1、2，恰恰恰 ，Tail 前 ，Tail boy。哦，走对吗？你也用到摸背，脚都是一样的 ，Mambo， 1、2，恰恰恰，前后，后面，哎，可以吗？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再一次哦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好，这样懂了吗？有回来吗？有转来吗？高一摆哦，高一摆哦。Tail 前 ，Tail boy， 爸爸爸，走对吗？第一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加起来，勾脚，来，1、2，恰恰恰 ，Yeah， 旁边，1、2。1、2 ，Tail 前 ，Tail boy， 哇，走对吗？还有一把哟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耶，嘿，往下交。5、6、7，2个，1个，2个，1个，2张，1张，2张，2张，1张，2张，1张，嘿，2张，哭落去，哎。下紧的哦，下脚掉，嘿，你在切菜吗？这样也可以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只要你把它蹲下一点，你的身体就比较好做，可以吗？嘿，有没有比较好做啦？蹲下去会比较好做哦，然后你的手可以画小一点，没有关系哦。嘿，1、2，走对吗？架起来，好，走对吗？耶，右左，准备喽，开始，嘿，Mambo 恰恰，第2张，第3张前面，嘿。哎，忘记 ，right， 可以吗？端盘子的感觉，可以哈。嘿，最后往下交，踢踩放 Mambo， 踢踩放，右脚前踩，注意哦，踢右脚，转脚。踢踩放，前踩踏步，3、2，踢踩放，前踩，耶，开始摆，1、2、3，耶，脚对哦，耶，走对吗？1、2、3。1、2、3，坐旁边，踢踩放，好不好？踢踩放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好，走对吗？走对吗？
加起来哦。踢踩放，恰恰，踏步，走得好，踢踩放，嘿，踢踩放，踢踩放，哎，很棒。最后一次，踢踩放，恰恰恰，全部把它加起来，从勾脚开始，可以吗？准备喽，3、2，勾脚 ，Mambo， 恰恰恰 ，Mambo 恰恰，嘿 ，tail chain 哦 ，tail boy 哦，端盘子哦，嘿嘿，再一次，嘿嘿，嘿嘿，蹦吧，耶，嘿嘿，踢踩放，哎，很棒，可以吗？再抽，5、6，踢踩放，嘿，耶，踢踩放。踢踩放，很棒，耶！踏步，这是全部的动作，我们要把它加起来，从 Gloria 开始，可以哈，从你的勾脚开始哦，连续的、不停的，很多的 Mambo 恰恰，很多的屈膝，很多的推屁股，都，嘿，叭叭叭。Mambo cha cha, tail chain, tail boy， 端盘子，嘿，嘿，嘿，踢踩放，嘿，原地，走对吗？从头，1、2， cha cha cha， 勾4个。嘿 ，Mambo， tail chain， tail boy， 盘子，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，踢踩放，耶，吸气，哎，动微调哦，动强哦，要记得。当日拢会认同会愈来愈更好更正，更来更后上。拜拜。Thank you.